好煮比水好料理。啊？好啦，你敢会要去熬煮排骨汤啊？我要去食排骨汤啊！排骨汤好啊，排骨汤足营养的啊，排骨汤控起来会当滋味、滋面什么。啊，不过遐我拢食鲜啊，食先啦，啊我20年你袂鲜。炸的鲜啊。我的意思是讲，你让像这排骨变出不同款的物件，变一个比较新奇、鲜艳、时尚的物件，会啊，搬到餐厅来食。会啊，有法度，那无法度，我恁人我哪有可能伫你面头前讲无法度，好对不？那你听得懂我无民主嘞。然后颜色鲜艳哦，啊，颜色鲜艳，个高级哦。好食。好，一定的啊！来，我今仔这排骨，咱来煮一个啊，迄个金沙排骨，就是咱的咸卵磷排骨。甲凤梨虾球同款。无共，无同款啊无啥共。来，咱先来生排骨。首先，咱的排骨吼，我讲经咱这个边啊白边啊，因为边啊白边啊，这个肉吼，食较济。袂较多，但是伊的肉食的吼较袂涩。哦。嘿，你若讲伊有，你看哦，这排骨无？这边啊骨的部分，啊，伊这个起迄个排骨肉是食大块，啊，你若后壁这块吼，这个肉伊的色水较白，但这个肉吼较有肉。但是伊的肉就较涩，哦。来，咱这吼，等于啊用水烧啊流者，伊等甲流水废水掉袂要紧。好，来咱传说葱啊。哦，较简单，对哦。嘿，葱啊等啊，迄个一撮姜。姜。因为肉吼有一个肉馅啦，所以咱嘛是爱一撮葱姜啦、米酒啦、胡椒粉、豆油。落去生些，嘿，豆油，袂歹呢，啊，撮到这个无？豆油，讲一个，伊就讲什么，伊就随摕来，你看。好，加在我。一个豆油啦，加在我个有捌你。啊，个一寡迄个现金啦，1000块的。现金票，要现金票。1000块摕几张来嘿？要现金来。安尼无？来，刷豆油。啊，一点点仔就好啊。嘿，豆油免多。所以吼，迄色水会伤乌，爱刷香油，按卵来，你粒卵先敲嘛。好。你先敲咱迄玻璃。怎么敲嘞啊？嘿，敲嘞。敲卵我上搞的，你看。哦，水当当。好来，啊，切这我来着哈，手切。这葱啊吼，爱甲切切的，把这葱啊切甲切出来。哦。哦。你这怎么敲做伙？嘿，敲做伙。所以煎起来的时阵，伊本身就有迄个味啊。本身内底就有迄豆油的香，啊，佮有咸青，啊咸青落去吼，起来啊，佮会当互迄肉较软的。哦。嘿，哦，啊，就像安尼，较生生吼。啊，咱若伫厝的若有闲啦，像咱若讲啊，已经暗顿要煮，咱就下昼先甲生起来。还较入味咧。甲生起来，啊，甲迄个甲烘起来，啊，甲去咱冰箱的。哦。到暗时安尼较入味。你若讲若真正无时间，你就会当甲生。15分钟、20分钟，嘛会使啦。好，来，这接跟你说哈。来，啊，你混有啊？对。嘿，来，你给汤匙啊哈。啊，来哦，豆参。啊，我即摆安尼，等下先你甲略凉咧哈。略凉。好，来。哦，加椒。哦，继续来去。好，稍等下啊。好，差不多4汤匙啊哈。感觉伊这混落的时阵，伊规样缩起来哈。因为混伊会甲这汤汁拢黏伫身躯。嘿，拢调伫身躯。所以伊等下嘛是变成较好煎。对。再来吧。来，再来一撮。再来一撮。好，会使。那得样煎啊吗？我哋当煎啊。OK 哈。哦，爱甲你开大火吗？唔免，即摆我先摕啲枪来油温哦，因为这排骨拢是青的，所以你油唔通伤悬哦，这差不多145度就会使。哦。145度就是你看，起落豆起来，好，袂讲一个就不。来吼，你看油温差不多了吼，来，分了这个是个起落。唔免开大火吗？唔免，因为拜拜啊会。嘿，拜，因为迄个排骨嘛是一定内底要有头啊，有色啊，嘿。而且咧一盘起嘛足济呢。这起一盘食落盘。对啊。这最差不多当做咧3盘，海参蛋3盘，差不多卖咧800-900块个。
哈，搞不好。啊，那家己喙煮唔免拿掉，家己煮唔免拿所以你学起来，家己煮拢先做济。对啊对啊对啊。那你煎的物件，你免看伊的物件到底熟啊未？其实你因为伊物件有水分，咱头下揢落伊物件是沉落去。你若煎啊，等物件浮起来的时阵，就差不多8、9分熟。哦。那迄个时阵，你就要开大火。哦，伊大火伊的油才袂掉出来，反正会当甲伊拖油。你无讲啊？其实我拢知影，我是办大煮尔。我跟我凊彩煮的时阵都赢你，所以为什么我喊你这年拢我去走卡？因为我惊会别空。哦。对啊。真正的高手是无要出手的。哦。来吼，安尼，咱就煎，差不多等超8分钟就使，已经咱这无讲介高就熟了。好来。哇，你看，即摆。不，金黄色呢。而且你拉足轻的，你轻就表示伊已经煮起来，这阵大火甲吹落去，就差不多会使 OK 啦。感觉每一项菜，你的手头就简单的咧。啊，叫你嘛安尼讲。同款意思啦，就像我甲我手头咪就简单的。你嘛安尼讲。我完全了解。你嘛安尼讲啊，齐妈嘛安尼讲啊，钟平哥嘛安尼。齐妈。钟平哥嘛安尼讲啊，迄个叶南杰嘛安尼讲。这就是专业。对啊，专业。啊，咱摆个要倒个，就点对个油哈。哦，你要炒伊的酱汁吗？嘿，酱汁来咸两仁。咸两仁。来。咸两仁。我最爱食这咸两仁的味吼，所以咸两仁呢会当加一丝啊。来，你汤匙互我一。汤匙互你来。来，你炒这咸两仁吼，我之前捌炒过啊，迄个。之前有炒咸仁、炒咖啡笋，炒迄个杏鲍菇。感觉这看做面食，阮当我无食过呢。有啦，我哦，你是真正袂记，还是我你讲平啊，是我捌煮过，伊袂记的。你讲啊袂输讲，我伫厝内拢无咧迄个，拢无咧煮互恁食，是你食拢袂记的。来，炒哈，咱来就炒者。甲切扁。甲炒，剁。你要倒啥吗？搁一丝油，搁一丝仔油。因这咸两仁吼，都要有一丝油可以，较会松，较会起泡。头中火着，火嘛免伤大吼。这我买晓。啊，火嘛袂当伤细，火伤细吼，你若温度控制无好势，油量控制无好势。炒大。袂，炒袂发，袂破起，嘿，袂破起。啊，再来要倒啥？你传迄个糖。糖甜吧。糖你家。哦，你看，来来炒个呢。这是人家棉花糖会变魔术哎。规个拢碰起对吧？来，摆过来。好啊，糖好来。我是你要甲淋去排骨顶管呢。糖好来。哎，够啊。过来。过来诶。两个过来。好。啊，迄个来。不是这快速的，你为什么？这蒜头。葱啊，辣椒弄落来，弄落来，好，弄来。哦。好，安尼就使关火咯。葱啊啦，蒜头啦，就懵点这会啊。来。啊，这嘞。这会使起，会使卖，会使卖起。这个就是咱的迄个咸卵无？咱两年个摕啥嘛？伊两千。一点点。染一丝啊，哦，色水啦，啊，搁来补迄个咸度。哇。安尼有像餐厅的料理无？按干那排骨，规粒啊咸卵，就当煮一半钟的。我忍不住想要等伊厝开始煮啊！我等下我就想要去买物件来煮啊。好，哇，这样拍薄咧。来，赞！这个咸两仁排骨啊，迄个餐厅你也要点一个点金沙排骨。金沙排骨。来，超好吃，超赞。餐厅料理啊，点出简单做，大家紧 OK 啊。